全心盼望，重新感應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到1分鐘培養時間。其實信仰生活同現實世界嘅生活係咪一定建立喺對立面裏邊呢？我哋可唔可以將自己嘅信仰生活同現實世界一齊去共融呢？傳道者嘅責任就係將兩者嘅鴻溝連接起來。我哋唔能夠唔講現實生活嘅種種問題。我哋所傳遞嘅信息，如果變得唔講現實嘅問題嘅時候，就會變得抽離、空泛同埋不合時宜啦。作為基督徒，點樣先至可以發出時代嘅呼聲呢？神學家 Karl Barth 就提倡一手報紙，呢張係報紙啦，就另外一手就攞住聖經，就係回應紙媒年代嘅需要。當然現代人睇報紙嘅時間或者人數逐年下跌，利用社交媒體嘅新世代可能獲得各種唔同嘅資訊。呢啲社交媒體嘅特性係可以講話每個人都可以發自己嘅信息 ，anybody can say something， 同埋冇嚴格以往嘅限制。以往好多時嘅報章都有編採去把關，唔可以任意咁樣去發布消息，係比較嚴謹一啲嘅。咁所以好多時喺社交媒體裏面所發嘅信息好多時都係以訛傳訛，大家傳來傳去都未必係真實嘅。英國先賢司布真牧師就提倡，佢話係我哋雖然可以一手攞聖經，一手攞報紙，咁但係我哋就要點樣去解讀呢？咁所以佢補充咁樣講，佢睇完報章之後，我哋要用聖經嚟解讀呢個嘅世情。我時時都去搭火車去教會，我好多時我就會攞呢啲嘅免費嘅報紙去喺火車嗰度閱讀嘅。咁我會睇報紙然後思世情，以聖經嘅角度同埋神學去反思呢啲新聞嘅意義係喺邊度。喺英國裏邊其實好自由嘅，所以可以睇唔同立場嘅報紙，其實係非常之好。但係有啲嘅論點係比較偏頗嘅，我哋就要用聖經嚟過濾，讀咗之後我哋會更明白世情。雖然現代世道多變，但係真理必然長存。現今風言多混沌，好多人就可以亂咁講嘢嘅，風雲變色，變幻不息。好多時戰爭啦，咁司布真佢嚟提出呢個警告，佢話你手拿聖經或者係睇報章嘅時候其實你要留意點樣去演繹，同埋點樣去吸收呢啲嘅報章嘅信息，點樣去從聖經角度去睇真呢個嘅世情，咁我哋嘅我相信呢啲真理就可以源遠流長。願神祝福大家，阿門。